國際調解院羅湖香港今日舉行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。我哋記者張友仁而家就喺現場。友仁，簽署儀式之後仲有啲咩活動？而國際調解院總部揀喺選址香港，有啲咩嘅區位優勢？對香港又有啲咩嘅戰略意義呢？將時間交俾你。係嘅 ，Anthony。咁其實首先補充翻一個背景啦，就係國際調解院咧會涉及3個唔同領域嘅服務範疇嘅。咁當中包括係可以調解國家間嘅爭議啦，同埋一啲國家同埋他國人民間嘅爭議啦，同埋唔同國家之間喺投資同埋商事之間嘅爭議調解。咁喺今日晏晝嘅成個活動議程當中咧，我哋就可以留意到佢嘅國際調解論壇係分為2個分論壇嘅。咁首先第一個分論壇咧就係談及國家間嘅爭議調解，而第2個分論壇咧就係談及國家間投資同埋商事爭議嘅調解。咁所以見到咧，原來呢2個涉及到政治同埋商業嘅領域，係喺國家間呢個調解之中係最重點嘅2個方向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哋晏晝都好關注屆時會有邊一啲具體嘅細節同埋議程出嚟。咁值得留意嘅就係2個分論壇結束咗之後，外交部長王毅仲會參與到多場嘅雙邊會談當中。咁暫時咧都未知參與嘅嘉賓會有邊啲喎。咁所以晏晝我哋都會繼續喺呢一度去了解下，到時候會有邊一啲嘉賓參與，咁同埋屆時佢哋又會傾啲咩內容呢？咁其實講到本港嘅呢一個優勢呢，首先就係一個喺區域之間嘅優勢啦。因為本港係背靠祖國聯通世界，所以一向咧都係一個聯通海內外非常之重要嘅平台。咁同埋本港嘅國際化程度其實係非常之高，亦非常之成熟，所以匯聚咗好多國際人才。咁尤其係喺法律領域咧，更加係毋庸置疑啊！咁當中有好多海內外嘅法律人才喺匯聚本港，亦都有好多海內外嘅法律機構喺本港設立分支。咁相信未來將國際調解院總部設立喺本港之後，有助促進法律界別嘅人士之間有更多嘅交流同埋溝通。咁未來咧，大家對於本港嘅了解就唔僅僅局限於係一個購物天堂啦。咁未來呢度亦都係法律服務同埋國際人才匯聚嘅高地。咁目前喺前方掌握到嘅信息就係咁樣，先將時間交翻俾 Anthony。好啊，唔該晒友仁嘅現場報導。